係，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陳尚義。咁我係一位註冊社工，亦都係同行鳥創辦人，推廣精神健康。咁遇到女朋友同自己散咗嘅時候啦，咁其實都會明白到其實會遇到一啲唔開心嘅狀況嘅。咁其實都係人之常情。咁我會覺得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反思機會，知道究竟喺一段關係上，究竟自己會有啲咩情感喺度咧？同埋喺呢段關係上有啲咩做得好，有啲咩做得唔好，都係一個好好嘅反思機會。遇到分手呢個局面啦，咁其實我哋點樣去釋懷自己嘅情緒咧？因為每個人都會遇上呢個狀況，就係自己想得到嘅，但係就可能去到最後都得唔到。咁喺呢個狀況，我會慶幸嘅有可能係我哋越早明白到呢件事，有一個反思機會，會更加係將來遇到同類嘅狀況，去慢慢咁疏導佢自己嘅情緒啊，甚至乎遇到其他人有呢個狀況都可以幫到其他人。如果你有情緒困擾，甚至乎打算有自殺嘅行動嘅話，咁我會建議你去打防止自殺熱線23820000。